人體最神秘奧妙嘅部分就係我哋嘅腦啦。腦喺我哋一整日嘅生活當中，亦都不停咁樣運作，甚至連我哋瞓覺嘅時候，佢亦都唔會停落嚟。我哋嘅想法全部都係由腦當中去誕生嘅。曾經就有一位著名嘅心理學博士講過，人係以住想法嚟生活嘅，內心同埋想法就係人生嘅方向盤。所以擁有好嘅想法同埋精神係好重要嘅，會左右人生係成功抑或失敗。今日我想介紹嘅呢一本書，書名就係情緒治癒7種常遇心理傷害與急救對策，作者係蓋溫奇 Guy Winch， 由祁儀偉翻譯，台灣橡實文化出版。作者 Guy Winch 本身係一位臨床心理學嘅博士，佢曾經發表 TED Talk How to Fix a Broken Heart， 觀看人數超過1100萬次，被 TED.com 評為網站史上最啟發人心演說嘅頭5位。呢一本書就收錄咗其中核心嘅內容。作者寫下呢一本書係因為覺得人都好重視身體嘅健康，感冒嘅時候就會去休息，骨折受傷嘅時候亦都會去採取治療，令到傷口恢復。但係人往往卻係成日都忽視咗心理嘅健康。雖然心靈一旦受傷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向專業嘅人士，例如係輔導員，甚至係精神科醫生去尋求協助。但係因為咁樣做有時未必太實際，因為日常生活當中絕大多數嘅內傷都冇真係嚴重到需要即刻有專業介入嘅程度。就如同我哋普通傷風感冒嘅時候，都唔會即刻跑去睇醫生去處理，而係會首先留喺屋企裏面自己休息一下，多啲去飲水，嘗試自行處理一樣。所以作者就寫下咗呢一本書，希望佢能夠成為大家嘅情緒急救箱，喺我哋日常生活或者喺屋企裏面，亦都能夠隨時備用。書裏面每一個章節都會介紹一種常見嘅情緒狀況，以住真人嘅例子去說明，去講述嗰種情緒狀態對人身心靈嘅影響。接住落嚟，亦都會提出緩解嘅自救方法，並喺最後提醒讀者幾時需要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我好鍾意作者以住唔同身體嘅不適狀況嚟比喻各種精神健康嘅問題。例如，佢會將孤獨寂寞比喻為人際關係嘅肌肉無力，讓到讀者體會處理精神健康問題其實就好似人病咗嘅時候接受治療一樣，係平常不過嘅事情。呢一本書一共探討咗7種情緒健康嘅狀況，其中包括面對遭人拒絕、孤單寂寞、失去同埋創傷、罪惡感、反芻思維、失敗同埋自卑。呢一啲狀況，每一個人喺生活當中都一定會經歷過。大人會喺每日嘅職場生活，小朋友就會喺學習成長嘅過程當中遇見呢一啲狀況，基本上係冇任何一個人可以幸免嘅。所以 Guy Winch 嘅 TED Talk 同埋書籍一直都非常之受歡迎，係因為佢嘅內容無論對任何年齡階層嘅人都係非常之實用嘅。由於時間有限啦，所以我特別揀選咗其中2個書裡面嘅章節同大家去分享。作者將俾人拒絕比喻成日常生活當中嘅情緒皮肉傷，因為原來有研究曾經顯示，人俾人拒絕嘅時候，腦裡面活躍起嚟嘅大腦區塊就同肢體疼痛對應嘅區塊原來係一樣嘅。當我哋想識新嘅朋友，但係被對方去拒絕，拍拖嘅時候俾人飛甩咗，唔好彩被公司去炒等等，
都係生活當中每一個人都曾經或者有機會會遇到被拒絕嘅時刻。我哋俾人拒絕之後，通常都會嚴厲咁樣去批評自己，將拒絕諗成係針對個人，並且得出問題係出於自己身上嘅結論。但係書裡面就指出，其實大多數其他人對我哋嘅拒絕都唔係好似我哋認為嘅咁具有針對性。就算具有針對性都好啦，但係其實大多數都係同我哋自身嘅缺點係冇關係嘅，可能只係因為未能夠達到天時地利人和，所以先至會俾人拒絕。但係我哋咁樣去攻擊自己，就如同受傷之後都仍然不斷去挖嗰個自己嘅傷疤一樣，只係會徒增更加多嘅痛苦。另一方面，遭到拒絕之後，亦都可能會刺激一個人表現出攻擊性好強嘅行為，例如係失戀嘅人尋求報復，或者係被公司炒咗嘅員工瘋狂咁樣去殺人，校園欺凌等等嘅問題，掀起咗可怕嘅自殺潮。呢啲例子啦，就可以睇到，如果被人拒絕之後冇加以治療同埋處理，其實可能係會對自身或者係其他人構成危險。咁我哋當遇到俾人拒絕嘅狀況嘅時候，應該點樣去治療自己呢？書裡面建議咗幾個情緒自救嘅練習。第一，係要同自我批評嘅聲音去爭辯。首先要列出你對自己負面嘅想法或者評價，針對住每一項嘅批評，列出反方嘅論點，寫得越多越好。每當冒出一個自我批評嘅諗法嘅時候，都一定要即刻喺心裡面完整咁樣去講出相對應嘅反方論點，要反覆咁樣去做。第二，係要藉由提醒自己身上究竟有邊一啲受人肯定、令到人鍾意嘅特質，嚟恢復信心同埋自我價值感。做法就係去寫下自己身上五個可貴嘅特點或者係長處，列出嘅內容盡量都係同你被拒絕嘅範疇有關嘅，然後根據你認為嘅重要性，為呢一啲特質排出順序，抽出前3名去寫一篇大概1至2段嘅短文，涵蓋以下幾點。點解呢一個特質喺你內心當中係咁重要嘅呢？呢一個特質對你嘅人生有啲咩影響呢？對你嘅自我形象嚟講，點解呢一個特質係咁重要嘅一部分呢？第三就係由於遭到人拒絕嘅痛楚，可能會讓我哋對人際嘅往來變得好卻步，所以應該要努力克服內心嘅恐懼，而去轉移向自己嘅社交圈求助，或者揾到其他辦法去增進自己嘅社會連結感，進而幫助我哋補充已經消耗殆盡嘅歸屬感。另一章就講到自卑嘅部分，作者將佢比喻為如同免疫系統衰弱。自卑會令人對自己同埋他人嘅評價都變得好負面，亦都會讓人更加頂唔住日常生活當中種種嘅不如意，就連無足輕重嘅失敗、俾人拒絕或者係挫折，都會變得好容易長驅直入，翻過我哋嘅心牆，突破我哋嘅心防，直到我哋嘅五臟六腑。人喺自卑嘅時候，就會連稀鬆平常嘅侮辱都會對自己嘅心情同埋人格產生好大嘅影響。就好似老闆喺開會嘅時候對你皺咗皺眉頭，或者約你出遊嘅朋友放咗你飛機，自卑嘅人就好容易會將呢一啲侮辱諗得太針對佢個人，
令生活變得好辛苦。自卑亦都會讓人變得怯懦、優柔寡斷、冇安全感，結果係佢哋喺唔愉快嘅人際關係當中都唔係太識去主動抽身，容易同人比較，亦都會好容易產生同人比較嘅心理。諷刺嘅係，人啊，普遍都唔係好想做一般人，總係好想自己比其他人特別出眾。但事實係喺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其實2/3嘅人口都係一般人。理想上面，自信嘅程度其實應該要落喺自我價值感強而穩定嘅範圍，唔好自視過低，亦都唔好自視過高，有玻璃心。不過理想還理想啦，自我主觀嘅想法一旦形成咗，就會好難去改變。所以作者教導咗5個處方，幫忙去改善自己造成嘅自卑心理傷害。其中處方1就係要寬待自己，如同當我哋目睹精神虐待型嘅父母毫不留情咁樣去鬧佢哋嘅小朋友成績唔好，用盡一啲尖酸刻薄同埋貶損嘅語句嘅時候，都會忍唔住覺得好唔忍心一般。我哋亦都應該要寬待自己，要提醒自己喺犯下錯誤、遇到挫折嘅時候，亦都唔好鬧自己係蠢或者冇用，應該要放過自己。作者寫下咗情緒自救嘅練習方法，需要讀者定期反覆咁樣去練習。首先，連續3日，每一日都回想起並且寫下一件最近遇到嘅失敗、難堪、受辱或者係遭拒嘅事情，要仔細咁樣去描述事件嘅來龍去脈同埋你對呢一件事嘅感受。然後下一步就係跳出嚟，想像呢一件事如果發生喺你嘅親朋好友身上，事後讓到呢位親友因為咁樣而變得好自卑。試想像由嗰個人嘅角度，你會有啲乜嘢反應同埋感受？由佢嘅角度去描述整件事，跟住最後就係想像而家你因為唔忍心睇到嗰個人痛苦，於是決定寫一封信俾佢，目標係要讓佢過得更加好。務必要喺信中講出對佢嘅遭遇表達善意、理解同埋關懷，並且提醒佢點解佢值得支持同埋同理。之後就再次描述你自己嘅遭遇同埋你對呢一件事嘅感受，但呢一次盡量就以住客觀嘅眼光、諒解嘅態度去看待整件事同埋你嘅感受。盡量唔好加入太多批判或者負面嘅語氣。如果反覆對住唔同嘅事件咁樣去進行思想嘅訓練之後，慢慢你就會改善，加強情緒嘅適應力，鞏固脆弱嘅玻璃心，並且減少自我批評。綜合嚟講，成本書嘅內容非常之實用。特別係喺呢一個資訊氾濫嘅年代，人同人之間面對面交往嘅機會比起以前更加少。面對人際關係同埋情緒等嘅問題嘅時候，亦都會變得更加彷徨。讀呢本書嘅時候，亦都令我諗起喺呢幾年當中移居外地嘅香港人，不時都會喺媒體當中聽到佢哋喺異地面對孤獨寂寞、受到其他人歧視等嘅問題時，覺得好辛苦或者係困擾，所以希望藉由分享呢一本書，讓到更加多人可以藉由練習情緒急救，令到自己嘅人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